各位好，我係堂主 Raymond。我希望無論大家咩出身都好，都可以享有金石文化嘅興趣同埋權利。今日我喺香港雲泉仙館同大家分享一件美物，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方壽山石戰白洞博古朽長樂無極橢圓章。作品係60年代戰白洞難得嘅方章成材，印製端正。呢個石嘅石質形潤質優，質感極佳，帶有善白花生膏嘅特徵。石嘅肌理色純白之中帶黃氣，已經盤換到包漿。善白嘅白同高山白不一樣，有啲嗰種糯糯肌理蠟質感，遠看有點更貼近人氣嘅感覺。石質感沉穩，形潤順厚，外表光滑平穩，明潤柔順嘅。入手細膩，盤起嚟溫溫柔柔嘅，品相佳。不管從邊個角度睇佢都別有一番味道。整件作品沒有沙丁，係一件值得收藏嘅佳品。而印樓嘅雕刻手法運用咗博古嘅風格，橢圓章嘅頂部左右兩邊雕刻咗兩隻蝙蝠，而姿態一致，達平衡之美。蝙蝠者，福氣也，雙福拱翼，共前狀，前之中篆刻文字長樂無極，意義簡言易明，經典不衰嘅受歡迎題材。喺印樓面之下，絲藝印環圍繞橢圓章一周，印環古色嘅捲紋風，使到扭色同埋環色如出一致，配合得玲瓏有致，十分討好，達到視覺同埋裝飾之美。作品雕工精細，技藝有唔錯嘅水平。作品除咗能夠領引之外亦都成為手中盤換嘅文化美物。